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一齊聊聊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結果。呢個係香港電影界一年一度嘅盛事，晚上剛剛舉行完。今屆最大贏家係《風林火山》，一共攞到8個獎，包括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男配角等等，好勁。梁家輝憑《捕風追影》第5次奪得最佳男主角，正式成為5屆影帝。廖子妤就係首次入圍，就憑《像我這樣的愛情》奪得最佳女主角，成為今屆影后。呢單新聞一出，好多人都覺得好有意思。梁家輝已經係老戲骨，5奪影帝，證明佢演技依然頂尖。廖子妤第一次入圍就封后，又顯示咗新一代演員嘅實力。金像獎到底係乜？金像獎係香港電影界最重要嘅獎項，由1982年開始舉辦，到而家已經44屆。佢好似電影界嘅奧斯卡，每年會邀請電影從業員、影評人同業界人士組成評審團，一齊投票選出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男女主角等10幾個獎項。得獎唔容易，每年有幾十部香港電影參賽，但最後只有少數作品可以入圍提名。得獎就更加難，因為評審團會從多個專業角度去評分，例如劇本是否完整、有深度，演員表演是否自然有層次，導演手法是否創新，攝影、剪接、音樂、美術等技術層面是否出色，整體電影對社會或者人性有冇新嘅思考。所以一個演員要攞影帝影后，通常都要有過硬嘅演技、適合嘅角色，加上作品本身有份量，先至有機會。點樣去評論一套電影？金像獎嘅評審方法其實同普通觀眾睇戲有好大分別。金像獎專業角度，佢哋會好細心分析一部電影嘅工藝同藝術價值，例如導演有冇用新穎嘅鏡頭語言講故事，演員有冇將角色嘅內心世界演到入木三分，整套電影嘅節奏、氛圍、主題有冇統一同打動人心。路人什麼都唔知嘅普通觀眾角度，好多人睇電影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問自己3樣：我有冇覺得好睇？是否投入？我有冇被感動？情感上共鳴？我睇完之後有冇諗到啲嘢，留下印象？就算你完全唔識電影術語，都可以從自己嘅感受去評價一套電影。呢個就係電影最可愛嘅地方。佢唔係只屬於專家，而係屬於每一個觀眾。盲人會睇電影嗎？好多人會問，盲人點樣睇電影？答案係可以，而且有好多方法。盲人朋友主要靠聲音同描述去感受電影。電影院有提供聲音導航 （Audio Description）， 會喺對白之間用旁白描述畫面發生咩事，角色表情、場景轉換。網上平台好多電影都有無障礙版本，有詳細語音描述。部分電影節或者金像獎活動都會為視障人士提供特別場次，同埋用觸覺或者氣味去輔助體驗。所以盲人雖然睇唔到畫面，但佢哋可以用耳朵同想像力去睇到一個完整嘅故事。甚至有盲人影評人會從聲音、音樂、對白、節奏去分析一部電影，角度同普通觀眾完全唔同，但一樣好有深度。總結嚟講，今屆金像獎，梁家輝5奪影帝，廖子妤首奪影后，風林火山大掃8獎，證明香港電影依然有好多優秀作品同演員。金像獎唔單止係頒獎禮，更係讓我哋一齊回顧香港電影過去1年嘅努力同成果。無論你係用專業角度、路人角度，定係盲人朋友用聲音同想像力去感受電影，最重要係你有冇真正投入同被打動。你今年有冇睇過幾套覺得值得一提嘅香港電影？梁家輝同廖子妤今次得獎，你覺得佢哋演技最打動你嘅地方係邊度？盲人朋友又可以點樣好好享受電影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一齊分享。如果喜歡我嘅分享，記得訂閱、讚好。多謝你嘅聆聽。